有3段嘅福音書嘅經文。路加福音23章34節，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路加福音23章42至43節，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約翰福音19章26至27節，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去了。今日係張志仁牧師為我哋宣講，講題係十架7言嘅第1。新約嘅4福音記載咗主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面之後咧，總共係講咗7句說話。呢7句說話就被我哋基督徒係稱為十架7言。今年喺迎接受苦節同埋復活節嘅時候，我希望同大家一齊去默想十架7言。同大家一齊進入主耶穌嘅內心世界，一齊效法主耶穌美好嘅生命見證。我哋必須謹記，當主耶穌講呢十架7言嘅時候，佢係正在係一種流血不止嘅狀態，係一種身心靈都受極大痛苦嘅狀態裏邊講出嚟嘅。如果大家喺第6頁嘅輔助經文嘅第1段，我哋更加係會睇到當時嘅場景，就係唔單止係主耶穌受緊肉身上面嘅痛苦，更加係俾下邊圍觀嘅群眾咧繼續去嘲笑，繼續去侮辱。第1段輔助經文係馬太福音27章39到44節，嗰度話：從那裏經過嘅人譏笑他，搖着頭說：你這拆毀聖殿3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嘅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也是這樣戲弄他，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悅他，現在可以救他，因為他曾說：我是神的兒子。那和他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的譏笑他。圍觀嘅人群裏邊有宗教領袖，好熟悉聖經嘅文士、祭司長、長老，對住一個流血不止、無辜嘅主耶穌，繼續講侮辱同埋譏笑嘅事情。所以十字架上面嘅7言咧，一啲都唔容易講。十架嘅7言咧，又可以分成2組。第一組嘅3句咧，就係今日同弟兄姊妹會一齊去思想嘅。第一組嘅3句有一個共同嘅主題，就係主耶穌即使喺極深嘅痛苦當中，仍然可以表達出對四周圍嘅人嘅關愛。而第二組嘅4句咧，就係下一次同大家一齊立默想嘅，就係亦有一個共同嘅主題。呢一個共同嘅主題就係話，主耶穌對父神嗰種表白，顯示出主耶穌對父神有極之深度嘅愛同埋委身。即使係承受住身心靈咁大嘅痛苦，
呢一份對神嘅愛、對神嘅委身並冇改變。所以總括嚟講，十字架七言係主耶穌喺生命經歷最深同埋最痛苦嘅試煉嘅時候，所表達嘅係對人對神嘅愛，就係佢會繼續全心全意去愛人，同埋全心全意去愛神。實在係值得我哋再深去反思，因為整本聖經嘅中心思想就係我哋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同埋愛人如己啊嘛。第一句十架七言係記載喺大家嘅第5頁嘅秩序表，就係主耶穌係開始去關愛佢身邊嘅人，而第一種嘅對象佢去關愛嘅，竟然就係嗰班傷害佢、侮辱佢、讓佢承受極大痛苦嘅佢嘅敵人。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即係抽籤，分他的衣服。第一句說話唔係投訴，唔係埋怨，唔係咒詛。第一句說話係為所有傷害佢、所有無辜無理傷害佢嘅人獻上禱告，願父神赦免佢哋。我哋點樣對待我哋嘅敵人呢？我哋點樣去對待一啲曾經毫無道理，我哋認為毫無道理咁傷害我哋嘅人呢？我哋好難去禁止自己去諗一啲報復嘅諗法，係咪？好難禁止自己憤怒，好難禁止自己去抱怨，係咪？但係如果我哋繼續係持有呢種態度嘅時候，我哋嘅敵人唔單止傷害我哋嘅身體，我哋嘅敵人係傷害緊我哋嘅靈性同埋我哋嘅生命。因為憎恨啦、報復啦、憤怒啦，係會攔阻咗我哋親近神，攔阻咗我哋長進。我哋要幾時可以學到主耶穌十架七言裏邊嘅第一言？喺度十架第一言係俾我哋有兩方面咧學習為敵人禱告嘅功課。第一點就係主耶穌睇到佢敵人嘅生命裏邊嘅致命傷。主耶穌睇到佢嘅敵人嘅生命咧有一個致命傷，以至到主耶穌能夠化怨恨為禱告。所有份釘主耶穌十字架嘅人，主耶穌都睇到佢哋有一個致命傷，就係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乜嘢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點樣啊？主耶穌睇到佢敵人生命裏面嘅致命傷，就係佢哋嘅心靈已經昏迷，佢嘅心靈已經昏死，佢嘅心靈已經唔能夠明辨是非。我哋喺咩時間之會形容一個人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我哋豈唔係用呢啲說話去形容一個酗酒、經常醉酒嘅人呢？經常醉酒鬧事嘅人呢？喺佢醉酒之後，佢所做嘅係嘛？佢咩都唔知係嘛？但係所做嘅可能係傷害自己、傷害人。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我哋豈唔係去形容用呢啲說話去形容一個被毒品支配嘅人？當一個人被毒品支配嘅時候，佢咩理性都冇啊，咩人性都冇。但係當佢稍為清醒之後，佢會好後悔自己對屋企人、對自己、對朋友所做嘅種種迷失人性嘅事。
我哋豈唔係會用呢句説話，唔知道自己做緊咩嘢？呢啲説話去形容一啲病態賭徒咩？當佢嗰個賭日一起嘅時候，佢係乜嘢良知都冇，乜嘢理智都冇。所以，如果我哋能夠睇見主耶穌所睇見嘅，如果我哋能夠睇見一啲曾經無理傷害我哋嘅人咧，其實佢哋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其實佢嘅心係盲咗，佢眼係盲咗。我哋就有為佢哋代禱嘅動力，我哋就有為佢哋喺父神面前求神改變佢哋嘅心，求神赦免佢哋罪嗰份嘅動力。我哋唔好淨係睇到佢哋表面行為上面所做嘅事情，我哋更加睇到佢哋內心嘅黑暗、內心嘅迷失、內心嘅被魔鬼撒旦蒙蔽嗰種嘅悲哀。如果佢哋唔悔改，佢哋最終行嘅係咩路？主耶穌睇見佢嘅敵人嘅內心嘅黑暗、內心嘅蒙蔽，所以主耶穌為佢禱告。而第二點，我哋鼓勵我哋學習為敵人禱告就係我哋睇見主耶穌嘅禱告係幾有力量。我哋睇見主耶穌嘅禱告係幾蒙神喜悅，以至到神係俾主耶穌經歷到佢可以係藉着禱告係改變一個曾經譏誚佢嘅人。呢個曾經譏誚過佢嘅人，忽然之間心靈裏邊有一種徹底嘅更新，徹底嘅悔改，願意相信佢，願意離開剛剛做過嘅譏誚主耶穌嘅罪。呢一個人就係兩個強盜當中嘅其中一個。頭先我為大家所讀嗰段嘅輔助經文，非常重要嘅就係44節。44節中文聖經係冇辦法睇到裏面重要嘅內容嘅，只有英文聖經或者呢一個希臘文嘅聖經咧就睇到啦。呢個44節中文聖經只係話那和他同釘嘅強盜，同釘嘅強盜啊，記住。英文同埋希臘文都顯示出呢一個強盜係眾數，呢個強盜係眾數，唔係單數。即係話呢兩個強盜一開始嘅時候咧，都繼續係咁樣侮辱主耶穌、譏誚主耶穌。主耶穌聽到，但係主耶穌繼續獻上嘅係十架七言嘅第一言，就係路加福音23章34節所記載。然後奇怪地喺路加福音，即係主耶穌獻上呢個禱告之後，路加福音23章39到41節，即係喺主耶穌獻上呢個為敵人禱告嘅呢個禱告之後，路加福音23章39到41節就記載咗其中一個強盜啱啱譏誚完主耶穌嘅強盜生命嘅極大嘅改變。嗰個生命改變嘅強盜就責備佢嘅同伴，因為佢嘅同伴繼續嚟到譏誚主耶穌。但係佢責備佢嘅同伴喺呢個路加福音23章40節，佢咁樣責備佢話：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嗎？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嘅事，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嘅時候，求你紀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突然間喺主耶穌獻上呢個為敵人禱告之後，其中一個強盜嘅生命有咗好奇妙，我哋亦無法解釋嘅改變，係神俾佢嘅呢種改變，就係佢從來都唔怕神噶嘛，佢哋係咪？
突然間呢個強盜開始怕神喎、所以佢咪責備另外一個話：乜你仲唔怕神咩？然後咧呢個強盜就承認佢自己而家佢所受嘅係應該嘅，係咪？佢所犯嘅罪係值得去被釘十字架嘅。但係主耶穌一件惡事都冇做過，一件唔好嘅事都冇做過，所以主耶穌唔係普通嘅人，主耶穌係神。突然間有呢份信心，突然間有呢份覺悟，呢一種突然而嚟嘅覺悟，突然而嚟嘅生命嘅改變，或許我哋自己都會經歷過，係咪？某一段時刻好奇怪，我係好硬心唔肯信耶穌，要證明呢樣嗰樣先肯信嘅，但係突然間個心改變咗，就證明乜嘢？我又唔係神，係咪？我點樣可以證明到神咧？突然間你會由現落嚟願意信耶穌，呢個係神賜俾強盜一個信心，呢個信心就係神應允咗主耶穌呢個禱告。呢個唔係唯一為敵人禱告而睇見生命改變嘅效果嘅例子嚟嘅，因為喺大家第二段嘅輔助經文裏邊亦睇見真係一位好似主耶穌嘅門徒，有主耶穌一樣嘅生命嘅門徒，喺佢受苦受好無理嘅攻擊嘅時候咧，佢繼續為攻擊佢嘅人禱告，就係收咗呢一個生命改變嘅果效。雖然佢所經歷到生命嘅改變咧係冇咁快，冇主耶穌一禱告之後嗰個基照佢嘅強度，生命就改變。佢係會耐啲，但係雖然耐啲，但係個果效好震撼嘅。喺第二段嘅輔助經文裏邊，我哋睇見另一位主嘅忠僕、主嘅門徒，真係雖然唔係被釘十字架，但係所受嘅痛苦同被釘十字架亦都係差唔多嘅。又係初期教會7位執事裏面其中一位司提反。當佢講完一長篇好有震撼力嘅道之後咧，嗰班群眾唔單止唔悔改歸向神，仲繼續硬心，而且點樣啊？他們正用石頭打嘅時候，用石頭做一個回應啊！對司提反，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又跪下大聲喊着說：主啊！我哋一齊讀後邊嗰句好唔好？嗱，記住啊，佢係俾石頭不停咁打緊喎，係嘛？咁但係竟然間佢仲有一點點氣力，一點點嘅嘅氣力講最後一句説話係為乜？邊個禱告啊？主啊！一齊讀，不如將這罪歸於他。繼續讀埋落去。說了這話就睡了，掃羅也喜悅他被害。哦，其中一個幫兇叫做掃羅，原來其中一個幫兇叫做掃羅。呢個掃羅當時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因為當我哋見到一個毫無辜冇咩犯錯嘅人俾人用石頭打，你會好心痛、好難過噶嘛，想救佢噶嘛，係嘛？但係呢個掃羅所以係當時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啊，好開心咁睇住司提反被石頭打。司提反就獻上呢個禱告：主啊，唔好將呢個罪歸於他們。司提反呢個禱告有冇效果啊？弟兄姊妹，呢個掃羅當日喺幫兇嘅行列裏邊嘅掃羅咧，後來有冇改變啊？有。我諗呢件事喺掃羅以後嘅生命裏邊咧，都係一條好一根刺嚟嘅。佢有份殺死司提反，佢有份睇住一位神嘅僕人係無辜被石頭打死，佢冇講過半句説話去幫司提反，永遠都成為一根刺，但係同時永遠成為佢受苦嘅激勵喎。因為未來當掃羅變成保羅之後，佢都有機會係俾人用石頭打啦，俾人用好多其他方法攻擊啦。佢願意忍受，因為佢諗翻起當日佢都有份去攻擊司提反。我哋有冇諗過開始用祈禱改變我哋認為係敵人嘅人？我哋信唔信神會好側意聆聽我哋為傷害我哋嘅人所獻上嘅禱告咧？好似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面獻上呢個禱告，神
即刻俾佢經歷到。好似司提反獻上呢個禱告，雖然司提反睇唔到掃羅改變嘅時候，但係當掃羅改變之後啊，嗰個效果係咪好震撼啊？跟住佢就成為初期教會最有力量嘅傳道人啦。十誡七言嘅第二言咧，其實係由禱告而嚟嘅。頭先同大家講咗啦，就係呢一位嘅強盜忽然之間覺悟，忽然之間識得去怕神，忽然之間認識到自己嘅罪，忽然之間唔再埋怨，而係真係醒悟到十字架嘅苦刑對佢係應該嘅，佢做盡一切壞事啦。又忽然之間，佢對主耶穌有一份好奇妙、好奇妙係人嘅頭腦難以解釋嘅信心。呢一份嘅信心就喺佢向主耶穌所表達嘅嗰句説話裏邊咧，表達咗出嚟。就説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喺嗰一個睇住主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喺嗰一個連主耶穌嘅所有嘅門徒都走晒，剩翻使徒約翰企喺十字架下邊，而佢所有嘅門徒都對復活係根本一啲信心都冇，但係竟然間呢一位強盜係相信主耶穌會復活，因為你得國降臨嘅時候，就係呢個強盜係相信主耶穌會復活，會喺神嘅國度裏面掌權作王，會再嚟。所以呢句説話雖然簡短，但係所包含嘅信心咧係絕不簡單嘅。如果主耶穌唔復活，佢係點得國降臨咧？如果主耶穌唔復活，佢係點樣？呢個得國係嘅意思係喺天國裏邊咧係掌權作王咁解。而更重要嘅就係佢好想進入呢個國度裏邊，但係佢自知自己罪孽深重，所以佢係請求主耶穌接納佢。佢請求主耶穌咧係接納佢，讓佢都能夠有份於神嘅國度。所以話求你紀念我。呢一份相信主耶穌係完全嘅人，冇犯過任何嘅罪。呢一份相信主耶穌釘十字架唔係為自己嘅罪，係為世人嘅罪。又相信主耶穌會復活，會再嚟，會喺神嘅國度裏面掌權作王。咪就係我哋基督徒嘅信心咯，咪就係得救嘅信心咯，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穌俾佢嘅回應係乜嘢啊？主耶穌俾佢嘅回應就係一個好實在嘅應許，好實在、好實在嘅應許。所以主耶穌對佢嘅回應就話：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邊度啊？主耶穌都知道呢位初信嘅弟兄即將要面對死亡。主耶穌又知道呢位初信嘅弟兄心裏邊嗰份好深切嘅罪疚感，所以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就回應到呢位初信弟兄內心嘅種種最迫切嘅需要。就係第一，主耶穌已經接納咗佢啦，係咪？啊，主耶穌接納，主耶穌唔單止紀念佢，主耶穌話，主耶穌會與佢同在。而且主耶穌會帶領佢去邊個地方啊？主耶穌會帶領佢去一個過永生嘅地方，嗰個最美好嘅地方就係樂園，冇罪惡污染嘅地方。各位親愛弟兄姊妹，主耶穌對強盜呢個回應真係非常嘅寶貴，係我哋每位弟兄姊妹有一日要面對死亡嘅時候，我哋要反覆去念誦，以致我哋真係能夠以平安、以信心去面對人生不能夠逃避嘅階段，就係死亡。正如當日當強盜聽到主耶穌呢句由十字架旁邊傳嚟呢句主耶穌親自嘅應許嘅説話，咁寶貴嘅説話，我相信呢個強盜
就能夠閉上眼睛，以平安、以信心、內心得到釋放咁面對死亡啦，係咪啊，弟兄姊妹？因為佢知道耶穌基督已經接納咗佢，耶穌基督亦就住佢嘅信心啊，話俾佢聽會帶領佢去樂園開始新生活，而樂園就係佢自己所講神嘅國度所在嘅地方。十架七言嘅第一言係主耶穌關愛佢身邊嘅仇敵，十架七言嘅第二言係主耶穌關愛啱啱初信主嘅一位弟兄，而十架之言嘅第三言就係主耶穌係關愛企喺十字架旁邊支持佢嘅內心憂傷嘅母親。主耶穌關愛企喺十字架下邊支持佢內心好憂傷嘅母親，主耶穌要為佢嘅母親安排母親餘下嘅人生點樣能夠安穩，生活上係點樣係可以有依靠呢？都係主耶穌掛心。喺第三段十架第三言嘅經文裏邊，我哋真係睇到主耶穌嘅肉身嘅母親瑪利亞嗰份嘅成熟，嗰份靈性上嘅成熟同埋勇敢。因為面對住自己所愛嘅兒子正在流血不止，正在係被四周圍眾人係繼續用言語侮辱嘅一刻，瑪利亞並冇嚎啕大哭，瑪利亞並冇情緒失控，因為如果佢嚎啕大哭、情緒失控嘅話，只會加添主耶穌嘅痛苦。瑪利亞成熟堅定嘅生命就係佢係好內心好哀傷，但係佢係站起嚟，站喺主耶穌嘅身邊，支持主耶穌承擔天父俾佢嘅使命同埋苦難。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企喺瑪利亞旁邊嘅就係主耶穌最愛嘅門徒使徒約翰，亦都係對主耶穌最忠心嘅。因為只有使徒約翰企喺十字架下邊支持主耶穌，其他嗰11位門徒平時又講得好大聲嘅咧，就已經冇咗影啦。使徒約翰平時冇乜點出聲，但係真正支持主耶穌嘅時候，主耶穌真正需要佢嘅時候，佢喺主耶穌身邊。主耶穌就對佢母親講：母親，看你嘅兒子嘅意思就係媽媽，使徒約翰會照顧你。你放心，然後又對使徒約翰講：看你嘅母親嘅意思就話好好照顧瑪利亞，代替我。而我哋睇見使徒約翰同主耶穌嘅關係真係好深厚，好有默契，所以使徒約翰冇任何嘅問題，冇任何嘅質疑。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嘅家裏去。當主耶穌其他肉身嘅兄嘅弟弟或者妹妹都離開佢，冇同佢喺埋一齊嘅時候，主耶穌嘅母親堅定嘅站喺十字架下邊，支持佢嘅兒子。喺嗰一刻，對主耶穌嚟講係幾大嘅鼓勵，幾大嘅安慰。就係因為主耶穌曾經將30年嘅時間、30年嘅光陰，喺佢嘅家裏邊係服侍爸爸、服侍母親，所以佢能夠同母親建立起咁深厚嘅關係。主耶穌對母親嘅關愛同埋孝順，由一開始就已經係進行當中，即使去到十字架上面，主耶穌仍然係將呢一份嘅孝心表達喺母親嘅身上。十架嘅第三言係提醒我哋每一位願意委身於神國度事工嘅弟兄姊妹，一個好大嘅提醒就係唔好忽略我哋對父母、對家人照顧嘅責任，更加唔好以參與教會嘅事工作為忽略對家人、父母照顧嘅藉口。因為
如果你話對神嘅工作熱心，有邊一個熱心過主耶穌係咪？主耶穌用咗幾多年時間嚟傳道啊？3年係咪？然後主耶穌擺咗幾多年時間喺家裏邊咧，去照顧父母同埋照顧佢肉身嘅弟弟同埋妹妹啊？幾多年時間啊？3年。正正因為主耶穌喺家裏邊嘅見證係咁美好，所以佢得着母親嘅心。喺佢最需要嘅刻，母親堅定站喺十字架下面支持佢。所以我哋一定要睇重我哋喺家庭裏邊見證神、榮耀神、活出神嘅愛，因為家庭係我哋見證嘅第一個基地。如果我哋喺家庭裏邊嘅見證都唔好，然後就話我喺教會或者其他工場咧係好忙碌，有好嘅見證嘅話，呢個唔係主耶穌服侍神嘅模式嚟嘅，唔係主耶穌服侍神嘅樣式嚟。呢個只係某啲異端啦，成日鼓吹啦，加入咗佢異端之後咧，就同所有親戚啊，係咪斬斷關係啦？去晒嗰啲全時間去晒嗰啲異端嘅地方聚會啦，家人啊親人全部都係罪人嚟㗎，咁嘅歪理嚟嘅。但係我哋睇見主耶穌唔係，主耶穌嘅模式唔係咁嘅。如果我哋呢一度每一個弟兄姊妹都立志從十架第3年裏邊學到一個重要嘅功課，就係孝道係主耶穌最終係要堅持嘅話，如果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好重視自己對家庭、對妻子、丈夫、兒女、父母嘅責任，盡心盡力喺家庭裏邊去活出主耶穌嘅愛同埋聖靈嘅果子，讓我哋嘅家人親身體會，由我哋嘅身上睇見耶穌嘅愛，睇見聖靈嘅果子嘅話，我相信有一日，如果我哋係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我哋嘅家人會企喺我哋身邊支持我哋。我哋嘅家人唔會因為我哋嘅患難而離開我哋，絕對唔會。並且我哋慕道嘅親友或者未信主嘅親友，睇見弟兄姊妹有主耶穌嘅愛喺佢嘅生活裏邊，有主耶穌嘅榮耀嘅果子喺佢生命裏邊嘅時候，佢哋都會好快脆跟我哋返教會，一齊去領受神嘅愛。千萬唔好，呢度我盼望冇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嘅朋友會成為我哋家人嘅絆腳石，會因為我哋行為嘅偏差或者行為上嘅不妥當嘅地方，而令到我哋嘅親友唔想聽福音，唔想信耶穌，唔希望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會落入呢個網絡裏面。當日主耶穌喺極深極大嘅痛苦患難當中，佢頭嗰3年竟然係關顧身邊嘅人，就係佢身邊嘅敵人，佢身邊一位初信嘅弟兄，同埋下邊一位憂傷嘅母親。今日我哋身邊嘅咪就係呢啲人咯，我哋身邊嘅就係有啲我哋唔喜歡嘅人，有啲我哋唔想見嘅人。今日我哋身邊嘅，你望下四周圍，有你嘅弟兄，有你嘅姊妹，需要你去眷顧佢，需要你去支持佢嘅，需要聽到我哋嘅一啲嘅安慰嘅説話嘅弟兄姊妹。崇拜完翻屋企之後，就有我哋嘅親人。我哋咪從呢十架呢頭嗰3年裏邊係領受咗功課，睇下點樣去愛佢哋，點樣活出神嘅愛，一齊祈禱。主耶穌，感謝讚美你，想唔到十字架上面就係你一個最重要嘅講台，將愛人愛神嘅信息向我哋傳達，而傳達緊嘅時候就係你受苦最深嘅時候。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真係明白到，只有我哋今日全心全意去愛神愛人，我哋先能夠為你作美好嘅見證，帶領今日仍然係喺教會同埋喺神嘅救恩以外嘅親人盡早嘅歸向你。真係好似個強盜一樣，真係好似掃羅變成保羅一樣。求主就使用我哋眾弟兄姊妹，祈禱奉耶穌聖名。阿們。